不予取分，不予取，不予取有3种，前为不予取，然后盗窃是吧？对。盗窃不予取，欺狂不予取，前为不予取。势力强大之人入国王，不是依靠合法，什么？合法税收。等，如国王不是依靠合法税收20，以非法的道理劫夺，或者以军队等兵力亲自劫夺，成为什么？权威不允许。权威不允许或势力不允许。如盗窃在主人没有看见的地方暗中偷偷获取饮食财物，给为自己所有，称为盗窃不予取。如经商贸易等时，为了欺骗对方而以说谎语、非法等手段获取对方的财物，称为欺诳不予取。现在我们有些人认为，只要没有亲自去偷盗，而以经商等欺骗的手段获取财物，都没有罪业。其实以欺诳的手段经营，获得多少利润，都与直接什么偷盗没有差别。尤其是当今时代，许多上师和僧人不将经商之事看成是吧？对。过什么？过患，然后或罪恶，过患或罪恶，并且终生为此忙碌，还自以为精明能干。但是能毁坏僧人相续的，没有再比经商更严重的了。因为经常为经商而奔波，以及以忘了求学、清净业障等文事修行，而且也没有求学修法的机会。好，那这个里面我们所讲的就是前面讲的就是杀生的业，然后这边呢就是在那个相当就是偷盗的这个部分，但是这个里面相通的相当就是经商的部分。经商的部分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有的时候可能要多学一学这个方面，因为这是经商这个部分来说呢，很多人都是很喜欢做生意嘛，很喜欢做生意的情况下，也是会产生这些的罪业。前面有所讲的，就是像比如说一个国王，他就是按照就是合法的，能够可以在民众手上可以收的那些怎么说呢，税油啊，那些都是没有在造业，就是合法的。除了这样以外，非法的相当就是在强迫的，而且那么就是用兵力那些威力然后抢回来或者是收回来的那些，都是相当就是的盗窃罪一样的，所以就这个都是同样的。那么我们就每一个事情，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都是有适当的合法的跟不合法的。合法的都是允许的，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里面就是巴州仁波切所讲的，就是在那个经上的部分是他讲的
主要都是在出家中。比如说在一个出家中，他出家的目的是什么？出家的目的是好好的在闻思修持，这就是要出家的目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闻思修持的过程，现在就是走上了那种经上的路，那就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修持佛法，也没有任何机会学习佛法。那么每天到晚都是因为这个做生意的话，就是会有一点点的那种怎么说呢？相当就是在蒙人的一个欺骗人家的一个这样的行为是会产生的，而且是内心里面来说的，也是自己如果是今天有一个东西，如果是这个把它那个卖出去的话，那我们就用什么样子的价去卖出去，然后就是用什么方式去给他讲，他会相信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是实际上来都是违背因果的，所以这个方面是，那当然就是作为一个出家众的话就更不用讲，但是出家众以外的，那么就是在家的上师也一样，在家的居士也一样的可以看要学，因为呢那个时候可能是巴智仁波切时代的时候也是应该也是有一些那种出家众里面就是做那个经商的，呢现在也一样啊，现在也是不管是在那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那佛教的出家众当中也是有些人在做生意的，那有些呢就做生意还是稍微好一点，就是为了寺庙跟为了相当就是佛学院也好，为了这些僧团做生意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个是善是比较好一点，因为就是他得到的钱的走向是特别好的。除了这样以外，做生意是没有什么功德的。那么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做生意的话，那就一个出家人的他的一生就这样就没有了，所以就非常的可惜，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同样的，我们自己在平常的一些在家的居士来说，这个方面也是要好好的学习，因为生存方式是需要，但是要满足适当有个平静的生活的话，那就除此以外其他的时间都是要好好的在学习佛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哎呀，卡尔在哪里？到哪里？甚至晚上睡觉时。等一下啊。甚至晚上睡觉时也一直在考虑经营的账目，所以已断了信心、处理心、大悲心等的根源，一直比迷乱的外境所转。从前弥勒里巴尊者到一个寺庙去，晚上这一僧人家中就寝，那僧人晚上睡下后开始考虑，明天杀一头羚牛，他筹划应当如何销售牲口的皮肉，他的头什么？赚多少？赚多少钱？是赚嘛，不是值嘛，对不对？赚。不是值多少钱？不是，是赚多少钱？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大腿赚多少钱？前腿指尖甲部分赚多少钱？小腿占多少等？内外所有的部分占散了，整个晚上没有空闲睡觉，除了尾巴以外，一切都预先计划好了。这时天亮了，他立刻起来开始诵经修法，供食食子等。弥勒里巴尊者仍在睡觉，于是他走过来讥讽地说：“你自以为是修行者，可是修法诵经等什么也不做，还在睡懒觉。”弥勒里巴尊者说：“我平时是不睡懒觉的，但昨晚我在考虑如何出售那头被杀的羚牛，没有空起睡觉，没有空闲睡觉，因此今天早晨才睡着了。”这些话揭穿了他
那个揭穿了那位僧人的恶意，什么罪恶是吧？罪恶，同样的道理。现在违逆经商的那些人，昼夜都是考虑经商账目，经常处于迷乱散乱之中，在死亡的时候，也只有在这种迷乱的境界中死去。不仅如此，经商是自己所卖的，等一下，虽然是低劣商品，但什么？但却进行各种夸耀说，从前某某人说给怎样怎样的价，但是都没有出数，我自己买进是也花了多少多少钱，为说种种妄语。同样，买卖的双方进行交易时，妄说自己想买，而使买卖双方不和睦，为离间语，所对方的物品低劣，或以欠债以造成或以欠钱之因造成恶语，争吵等是吧？恶语，无意抬高价格，不想买也讲价等为其语，以骄举心想自己得到财物为贪心，想击败他人为害喜，为了买卖进行宰杀羊脂等为杀生。除了邪见和邪淫以外，10种不善业已全部具足。所以就相当就是经商做生意的一个这样的事业，就已经圆满具足了这10不善当中呢，就是除了2种以外，全部都会具足的。如果经营不顺利，将浪费自他2者的财物，使大家深感痛苦，最终损害自他，并且自己遭受饥饿而死亡。如果稍微顺利，则获得多少财宝也不知满足，哪怕拥有的财产如多闻天子一般，仍然热衷于从事造恶业的经商，唯有善赖中虚度人生，导致临终时手照胸苦，成为恶趣的基石。哎呀，是恶业不断增长，并且毁坏自相续，没有比经商更严重的。经常怀着以谄谎欺骗他人之心，争奉等一下啊，以如刀尖针剑般锋利的恶念，针对别人，经常处于害心之中，违背了饶益他众的菩提心，并且将增长无边的恶业。不允许也同样具有如前杀生一样的罪业4种分支，甚至仅仅给什么猎人或强盗等少许卖数，也将同样得到他们所造的杀生不允许的所有罪业。所以这些我们如果是看到有人造业啊，或者时候就不能怎么说呢，不能协助他们，不能帮助他们，从内心里面不能欢喜心来对待他们，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世间人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人造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欢喜，看到有人
在修善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产生欢喜心，这些是非常严重的过失。自本作人着康着